振兴5倍券，看我召唤数位宝贝，出来吧！唐凤寿，快搜寻网站，快上5000.gov.tw。除了数位绑定5倍券，还有加码券任你选。怎么样？想绑定吗？我教你啊！首先完成个人绑定，之后选择共同绑定，最后再勾选想要抽的加码券。第一步，选择最常用的数位支付进行个人绑定。第二步完成后，可以选择共同绑定。有读卡机的人依序插入亲友的健保卡，一个人最多可以再绑定4位亲朋好友。绑定成功后，接着勾选大家的加码券。如果没有读卡机也没关系，可以直接到超商事务机绑定。绑定完成列印小白单之后，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可以再勾选加码券。9月22开始数位绑定，共同绑定时间直到10月1号。你还等什么？要绑要快哦！那谁可以领呢？就是你只要到明年4月30号以前出生，你有健保卡，全部通通可以领，因为这个就是截止期限前出生的国人同胞，哪怕小婴儿都可以领。外籍配偶、持永久居留证的、持外交官员证的都可以领取。那我们怎么推动呢？我们还是分数位券、实体券。那数位券、信用卡、电子票证、行动支付，就9月22号开始绑定，10月8号开始销毁。而在超市，你在9月25号开始预定，10月8号开始领取。全国有15000多家门市。邮局呢？邮局10月4号在网站或者用电话都可以预约，10月12号开始领取。全国邮局1299个据点都可以。为什么这样呢？这个是故意要错开、交叉、分流，这也是基于防疫的需要。而5倍券就是200块的5张，500块的2张，1000块的3张。这个5倍券我们就是照面额。那这个5倍券可以给大家看。大家请看5倍券，200块、500块、1000块，1000块3张，500块2张，200块5张，那加起来就是5000块。那有人说哇，这么大张不好用，其实都可以交叉的用。我们有规定，不可以找零，但是你不能拿着1000块，花10块钱叫老板、店家找零，这个你不可以这样要求，店家没有这个义务，这跟我们发行的目的不同。但店家基于自己的营业作为，他觉得我可以怎么样应用，我们尊重店家，也就是这个你不会因为面额的问题不好使用。所以这个振兴5倍券，它多少一定？请看这个振兴5倍券样张，非常的漂亮，它就跟我们的国币新台币完全一样。这个振兴5倍券，这个我非常感谢中央银行杨总裁今天也在场，率领所有同仁跟印钞票一样印5倍券，非常的漂亮。不但漂亮，而且有各种防伪的设计，高达11种。所以这些设计都是非常专业，从材料、纸张、油墨到内部设计，我这个有的不能讲太细，这个我也不那么内行，但你可以看一看、摸一摸、转一转，这里面确实藏着非常高的技巧，非常高的
这一个功夫非常高的用心，我非常感谢5倍券啊。这个5倍券怎么样使用呢？你去餐饮、夜市、市场，你都可以用。你可以缴学费、补习费，各方面百货公司都可以用。但哪些不能用？境外电商网购不能用，买股票、缴税、缴罚单等等不可以用。我们就是希望这个5倍券像现金一样，它是限期使用的现金，所以你不能跑去买礼券啊，你的无限期，我们不同意。我们就是希望民众5倍券就是能够限期使用。